20歲查某囡仔甲爸母去八腳山山，那像高山前發作，警消人員用艾葉甲愛樂山治療。宜蘭林山食物園入口周圍有一個虎頭蜂箱，園區長已經甲綁落來，嘛因為安尼暫停營業到9月初1。馬總統宣布明年普發現金1萬塊，不過搶批評是兩種標準。民進黨回應是因為財政狀況會使，才來推動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8中晝新聞，我是麥尚瑩。高雄新興分局長咧執行的時呢，雄有一個查甫人，甲這個警察車的車門開咧，就安尼坐入來。嘛，因為這個查甫人，伊講家己是食酒醉，啉唔到車，這個、警察才放伊去。結果這段影片呢，煞出現佇個網絡頂頭，一個人是哪翕哪笑，敢若是刁工咧創治警察。即馬這分局已經要追究責任，照社違法來甲上班。員警落車拍開後座車門，甲穿白衫的查甫人車落車。查甫人唔知對員警講啥，手閣要打起哩，去互員警背去邊啊！翕影片的人哪翕哪笑，甲這段影片放去網絡。當事派出所講，員警17佇高雄大東路執行守望勤務，這個查甫人車門開咧，就坐入來。員警請伊落車，伊講家己食酒醉，入唔到車。員警甲警告了後，就放伊走。想要到這自頭到尾，攏是佇咧創治人。你是你家的，我沒話說，但是這是警察局的，那你就是造成了警察先生的人員的困擾啦。啊，你還拍照，還開玩笑，還笑得很大聲，我覺得這種開玩笑不能開玩笑。甲執行勤務的警察車當作切頭面，做個的過程，佮翕影片放佇網絡當作笑話，毋但一般民眾無法度接受。現在警方也要追究責任。分局表示，員警佇咧執行守望勤務的時陣，車門攏會鎖起來，因為迄當陣拄落車去處理交通違規線，上車也袂赴鎖門，就當着人烏白開門。警方表示，已經調監視器咧追查當中，無論是開車門的，還是翕影片的，攏會按照社違法來上班，相關會當罰12000塊。不要有個嬉戲。一個好玩的行為。如果說有擅自進入警車，然後有碰觸到我們警用裝備，這個可能有涉嫌妨礙公務的行為。那像這個案例，我們本分局一定會嚴正追究。針對治安熱點安排守望勤務，若是發生狀況，員警對隨通報支援。警方表示，以早特勤捌當過真正食酒醉，甲警察車當作計程車的代誌，毋過無想到會有人用安尼來做結，呼籲民眾代誌愛要分輕重，千萬毋通烏白講耍笑。記者柯家祖、邱永、高雄場報道。再來看嘉義縣一個10歲的查某囡仔，甲爸母做伙去八腳山，煞因為這山區落雨，囡仔人呢頭殼戇，而且身軀攏無力，親像就是高山症發作，所以警消人員轉用愛的方式，甲這個囡仔愛落山送病院。警消人員用輪流愛人的方式，將出現高山症症頭的10歲囡仔愛落山來送病院。這名10歲的查某囡仔，16甲爸母爬藥山的時陣，半路因為落雨氣溫降低，囡仔出現頭戇、身軀無力，親像高山症的狀況。警消人員接到報案了後，隨往當時山區落雨，也是連夜趕回山頂來救人。一名10歲女童頭痛、肢體無力、意識清楚，由本局搜救人員將該女童背負到登山口後，由救護車送往聖馬爾定醫院就醫。警方表示，16下晡要3點的時陣，接到山系救援通報了後，連夜組一支救援隊趕回玉山。經過2點半鐘的時間，佇步道3.7公里的所在，才找到因一個伙仔。考慮到囡仔的狀況，佮有迄當陣山路因為落雨會滾，救援人員決定用輪流愛人的方式，將人送落山。在登山步道3.7公里處，與女童及家屬接觸，搜救隊伍以人力輪流背負方式，將女童安全送至玉山步道登山口。地界分局呼籲民眾帶囡仔來爬山，除了評估路線對因來講敢有好行以外，嘛要考慮到天氣的轉變對囡仔體能的負擔。若是過程當中有身體無爽快的狀況，攏要趕緊落山，避免發生意外。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宜蘭的林山食物園是真有名的觀光景點，也毋過在園區入口周圍的樹林地呢，煞有一個虎頭蜂箱，為着避免這遊客互叮到，所以園區內總是已經甲綁落來。嘛，因為要互這虎頭蜂會當有較良尚的時間，擱另外去做收，所以食物園對今仔日開始會暫停營業到9月初1。
工作人員穿防護裝備，準備到樹仔頂去甲烏尾仔蜂箱甲挽落來。這間親像籃球這麼大間的虎頭蜂的蜂箱，就佇咧宜蘭真出名的林山食物園步道的出入口附近。蜂箱挽落來了後，就驚講村內虎頭蜂會閣找另外的所在來做收，攻擊到遊客。林山食物園宣布講，園區會暫時關2禮拜，預計9月初1才會閣開放。那因為它噴掉了以後，會有一些零散的那個巡邏蜂，我們怕那個遊客會受到它的攻擊。烏尾仔是台灣的品種，雖然體型較細，也毋過攻擊性上強，傷亡的記錄嘛是上多。這麼歹、這麼毒的品種，因大部分是分布佇咧台灣中繼海拔的山區。像當時因生態季節定定做非常大間的蜂箱，這粒親像籃球這麼大的蜂箱嘛，互林山食物園頭一屆因為虎頭蜂暫時來休困。然後會到9月1號的時候，就是會結束，才結束那個封園的部分。那中間如果有一些情況，我會再做一些調整。官府講，過去佇咧園區的蜂箱大部分攏是出現佇咧較內面的森林，這是頭一擺瓦棍出入口的所在，有必要甲拆掉。刷落來會閣繼續觀察，若是村內虎頭蜂有離開，無閣來做收，嘛無排除會提早來開放。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這彰化縣福興鄉呢，頂禮拜六是來舉辦淨灘的活動，也毋過有民眾去參加了後呢，轉去厝煞開始流個吐。公所是表示講，這活動迄天是有互人食蚵仔麵，可能就是因為這天氣上熱，所以物件全歹去。目前這衛生局是當咧採樣，要來進一步釐清原因。民眾一人掛一個袋仔，行佇海沙埔抾糞掃。彰化縣福興鄉公所頂禮拜六舉辦淨灘活動，大約有400-500位民眾參加，但是煞有真濟民眾反映，活動參加煞出現走白、吐等等的症頭，哪像是食歹腹肚。我們辦淨灘哦，然後我們為了要推廣福興鄉在地的那個蚵仔，所以我們有做穿那個蚵仔麵啊。其中我們總共有3個社區準備蚵仔麵，那可能是因為海鮮天氣太過炎熱，可能就要遭危險的。公所表示，因為活動有提供蚵仔麵，懷疑可能是天氣熱變質氣，有通報衛生局。初步一調結果，確認有56個人出現胃腸無爽快。衛生局也禮拜一去稽查，針對有出現症頭加煮食的人，食材、煮食的環境進行採檢。目前的話，針對製作場所還有衛生一點完成稽查，相關的工作其實是持續在進行中。到現在為止，經過疫調，確定就是有56個人有腸胃道不適的這些症狀，相關的這個結果還是要等他檢驗結果出爐才能進行原因的判定。福興鄉公所表示，活動攏有相關的保險，但走白的原因確認了後，會進一步釐清理賠責任。嘛對參加活動的民眾感覺真失禮，公所檢討活動的就是安排甲流程，避免類似的情形擱再發生。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新竹台北市呢，一搭建案邊的這路面過去捌破一大坑，害這電動車落入土坑內底。這個建案的這個工地呢，昨下晡又閣傳出施工的意外，哪像是有工人呢，對4米懸的所在安尼跋落到1樓，送病院是不幸過身去。目前這縣政府除了是會調查意外的原因以外，也會依法對這建商來個裁罰。接到報案，救護人員趕緊到現場進行搶救。代志發生在拜二下晡4點，新竹縣台北市傳出工安意外，一個45歲工人疑似對工地4米懸的所在無細力跋落到1樓，頭殼弄到塗骹，經過送醫搶救，不幸過身。一名男性45歲工人在施工時於4米高墜落至地面，分隊同仁到達現場後，隨即進行相關的急救處置，並後送至相關急救責任醫院進行救治。發生意外的工地過去也是引起大家關心，因為施工地勢車路崩陷，害一台電動車落入去坑內底建案。代志發生了後，縣府除了對建案開罰單，也要求建商提出改善作業。依建築法第63條，在建築施工場所應該有適當的安全及防護設備的部分，來做一個裁罰。那針對承商跟建商的部分，我們會各處以罰鍰18000元。那我們也同時知會這個工地負責人的部分，必須立即停止該工項的施工。那針對這個部分，也要在1週之內，將具體改善的情形回復縣府。因為事故原因，目前該單警方進行釐清，建商也發新聞稿指出，未來會加強外包廠商落實相關安全規範，做好工人防護，強化工地安全管理，避免意外擱再發生。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
在新北有一間無姓區的這個俱樂部是來辦比賽，也毋過說發生拍死人的意外。這個負責人是因為過失致死，互人家起訴。本地一審是判無罪，也毋過二審的時呢，煞認定講伊是無照規定來安排醫生佇比賽的現場，所以落尾是甲改判6個月，會當用罰金來代替。要去法院出庭，伊是無姓區教練丁浩峰，身兼新店無姓區俱樂部館長。真儕年前，家己辦無姓區友誼賽發生遺憾的代志，一個姓姚的選手頭強目掉，比賽了後緊急送醫，也是鬧死亡，互人告過失致死罪伊。本來一審無罪，二審改判6個月徒刑，會當一科罰金。即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有罪定案。我現在也不知道要回答什麼，我先到時候看了那個文以後再說吧。定罪關鍵是有國際1級無姓區教練，以及國家級無姓區教練的資格。丁浩峰是中華民國無姓區協會會員，無遵守國際無姓區規則，愛配佇醫師專庭在庭。合議庭認為，若是依照規定安排，醫生可能佇比賽前檢查發現被害人2禮拜前頭有外傷，禁止參賽。就算穩準比賽，醫生也當隨發現各樣停止比賽，加緊送醫。所以認定被害人的死甲教練無配醫生有因果關係。原判決採證認識，符合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且無理由不備等違法，駁回上訴確定。面對司法結果，被害家屬發聲表示，準公判決有罪確定。不過，囡仔雄雄離開是父母一世人的痛，希望這條人命會當引起各界重視任何有風險的運動，攏會當嚴格執行安全規範。袂當用已經有要求簽切結書就下節，愛參賽者家己負擔風險。你看，像我兒子這樣就走了，對我們是一輩子的遺憾。這件案件進前，就有高雄結鬥賽選手失去意識，倒來送醫急無轉來。今年5月，台北灣奧參賽者比賽了後，身體無爽快，甲要不幸過身。像無姓區的高風險運動，事故不時發生，凸顯醫護的重要性。我們前期比賽的規則，不管大小比賽，醫生這一關一定要過。你要省的話，你就省小錢，損失大的。雖然官方無姓區比賽攏照國際規則有醫師在場，不過面對私人比賽，就像這個案件，運動部回應民間主辦比賽愛看市府規範。新北體育局說講無權監管，敢若負責消防安檢等。不過關係私人辦無姓區比賽，好親像原來有監管的路旁。記者採訪報道。來看高雄國際機場有一個已經摕到台灣人身份的越南新住民，伊是因為簽證過期，互航空公司拒絕伊上飛機，想袂到伊煞安尼起掠狂，甲這櫃台物件呢攏甲掃落來。警方是當場甲伊壓制，以現行犯照妨害公務罪嫌移送法辦。高雄國際機場內底，一個查某人佇航空公司櫃台頭前吵吵鬧鬧，無論地勤人員安怎苛刻攏無效，已經失去理智的查某旅客，毋但甲人櫃台物件攏掃落來，甚至連員警來苛刻也互伊駁幾落下。警方看毋是勢，只好強勢壓制。你造成查某人失控的原因，敢若是因為簽證過期，航空公司拒絕甲載。有民眾看到畫面講，這行為實在無必要。全然的話，就很丟臉吧？很丟臉。對，如果我的話，我就回去然後中來的班，中來班的，然後回來睡就好。警方表示，這個越南籍的查某人已經摕到台灣的身份證，因為甲翁婿離婚，佫無頭路，就想要登去越南，所無注意到家己的越南簽證已經過期，航空公司照規定處理，拒絕登機。查某人情緒失控，佇咧機場內佫出手拍警察，落尾警方也按照現行犯，以妨害公務罪，甲人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攻擊員警的臉部以及腰部，並抓扯員警的衣物，並試圖搶奪警用裝備。員警見狀，依法使用強制力將其制服並上銬。後續支援警力到場，將涉案旅客以現行犯逮捕。照規定，民眾要入境越南，會當申請一屆型的，還是一屆型的簽證。不過，無論倒一種，一定攏愛佇咧期限內。因為航空公司若是違規在簽證過期的旅客，除了愛互罰錢以外，旅客嘛會互遣返。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經濟消息來看，台股今仔日佫徛登去46000點，也毋過市場來看呢是普遍有較保守，所以早盤指數是由紅翻黑，這起的日頭是無啥夠的。
美伊60天停火備忘錄已經到期啊，也毋過這談判猶是無結果，所以美國三大指數是攏收烏的，敢若剩這記憶體甲 AI 硬體是咧驚爾爾。也若韓國股市呢開盤是有起，也毋過後來這表現也無介偌好，也若日經指數也是跌1100點。另外這台股開盤呢雖然是有電子寬達股咧吐，徛轉去46000點，也毋過無啥夠力，所以盤中呢由紅翻烏。面無介偌好。總統賴清德是宣布明年要來普發現金1萬塊。民眾黨的黨主席吳國昌伊是批評執政黨根本就是兩種標準。也若民進黨團是回應講，這是因為財政狀況會使才來推動普發現金。另外，行政院長杜英泰伊吳副書友善的這個供電法修正，也閣有離校考察條例。那位王鴻明伊就講，這正義根本就是想要安怎就安怎。總統，我們的財政有辦法讓蔣萬安喊加碼到2萬嗎？總統想問一下，普發1萬，你覺得在黨還會再擋預算嗎？面對記者的問題，總統賴清德無加回應。賴總統暫時宣布明年要來普發現金1萬塊，不過稍後知影批評，台北市長蔣萬安嘛話講應該發2萬。民眾黨主席吳國昌更加積極，去年知影合作推動普發現金，刷起有執政黨罵，即馬安尼是相定標準。雙標自己啊！無以復加，在野黨推動還稅於民1萬元普發現金的時候，民進黨的說法是中共同路人的行徑，剽竊藍軍立委的一個政見，然後呢加一個 AI 就變成他的，然後道地的綠能你不能，財源增加，稅收增加，尤其是這個 AI 的一個紅利，有了這筆錢以後啊，政府該花的錢你建置完畢。然後呢，又不用去舉債的情況之下，民進黨團表態，反而黨對着政策黨有無定期來做溝通。普發現金的前提是無要借錢，福利的增加，還有咱的國防會當顧好條。那普發現金互朝野喙獻相噴，立法院14才3讀通過今年的總預算案。當時立法院長韓國瑜發聲，行政院長杜英泰賣個無附屬。不過，杜英泰暫時決定針對立法院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的修正案，也有離校升中校號的條例攏無附屬，這嘛是杜英泰任內已經對7個立法院3讀通過法案無附屬。再次的凸顯出行政院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變成法定預算，對於所有的這些小孩或者是父母來講，它就有法律上的保障。如果藍白的委員認為在相關修法上，他們還是有他們的堅持，那這一屆都還有3個會期，也歡迎藍白委員繼續提出他們認為合理的修法。民進黨團認為台灣不是行內國際，雖然即馬國會在野是佔多數，也毋過在責任政治的前提之下，施政計劃嘛應該是要由行政部門來決定。記者綜合報道。咱的監察院即馬是無委員的，所以立法院呢是繼續咧審查被提名人。這當中有高等法院的法官侯定昌，因為過去一寡較重要的命案呢，攏予伊改判是無期徒刑，所以外界就認為講伊就是廢死的代表。也若侯定昌伊咧接受質詢的時，伊是強調家己毋是廢死的倡議者。監察院今日無監察委員的讓旁期，第7屆監察委員的人選目前佇咧立法院審查程序，其中獲提名人之一，高等法院法官侯庭昌，過去審理台南貪污刑查甫囡仔黃掛後，台南地外口甲某甲律師搞事，新竹保後被死放火案等等社會命案，攏改判凶手無期徒刑，互外界打講是廢除死刑的法官的標籤。立委就關心講，侯庭昌要安怎做監察委員不服弱勢？我不是廢死的倡議者。當你成為監察委員的時候，你會貫徹保護弱勢，就這樣的一個角色嗎？跟委員報告貫徹保護弱勢被害人是我一貫的理念另外一個監察委員獲提名人，檢察官出身的林麗瑩，去年獲總統賴清德提名做是大法官，去互拿白封殺。這回閣互賴總統提名做監察委員，引發關心。在野嘛提出中聯問題有的爭議，租借詐騙案、省立鹽水欠缺的問題，要求林麗瑩回應。龔明鑫部長給我的回答是，台糖沒有收下這一批原油，而且原料不在通報的範圍之內。他有檢驗，接着下來有沒有所謂相關的通報義務呢？那確實他現在目前各說各話。那我覺得這既然有爭議呢，確實監察委員可以發動調查。您願意主動調查2年前衛福部違法開放國外進口的輸出液，
監察委員本來就是基於主動職權，對於有可疑違法失職的，就應該要主動。但我們看到許多監察委員並沒有調查重大事故。立委嘛關心講，監察委員洪提名人對監察院準也是非的看法。侯廷昌、林麗英認為，在咧修憲刷甲監察院廢除進前，監察院要是憲法機關，愛互監察院的人事對有調定。也若在野黨甲監察院的預算太足濟，林麗英表示會互監察院的功能更加縮減，甲監察院的職權改進。記者綜合報道。有真濟外送員是去到公平會抗議，因講這 Uber Eats 呢其實就是 Grab 平台的大股東。那準 Foodpanda 互 Grab 甲買去，安尼就會變作是高門獨市啊，恐驚是會影響到服務的品質，也閣有外送員的權益等等。也那公平會是回應講，其實因是無有設立場的，會參考外界意見，才來做詳細的評估。反對壟斷，反對併購。外送員團體來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外口抗議外送平台 Grab 要併購 Foodpanda 案件。外送員團體指出 ，Uber 就是 Grab 的大股東，有13%的股份。那 Foodpanda 去互 Grab 買去，規個市場就變做 Uber 甲 Grab 高門獨市。而且外送員團體嘛強調 ，Grab 佇咧中國設研發中心使用華為的花瓣地圖，資料閣會 copy 去新加坡，有嚴重的國安甲治安的疑慮。他跟中國的華為地圖有圖資交換協議，又跟阿里雲有儲存的協議，甚至它的 AI 中心是設在北京以及深圳，這些聯合都是拔不掉的，完全拔不掉的。你們現在給台灣的不就只剩下一句話，請相信我們會競爭。我很想問一句，憑什麼？如果沒有具體的機制，為什麼要我們相信你們會充分競爭？外送員團體認為，獨佔市場恐驚的自身服務品質甲優惠變賣，惡意向店家收錢，甚至侵犯外送員的勞動權益。經濟利益是大過競爭的利益，也叫公平會禁止併購案。安尼學者是指出，外送平台掌握民眾徛街的位置、定期的所在，也有逐工活動的時間，閣有外送員登記累積的路線資料等等。公平會嘛應當審查 Grab 的資訊安全甲數位治理，維護治安。所謂的資料韌性，基本上就是要資料備份，也就是資料會重新的拷貝一份。放到新加坡，那這樣子的話，基本上我們就算管到了台灣這一份，那新加坡那一份我們管不到，我們實際上也是沒有辦法去做很好的掌控。公平會目前正在審查 Grab 收購 Foodpanda 這個案件。公平會發布新聞閣強調，針對審查無任何特定的立場，會考慮整體的經濟利益敢無大過限制競爭的負面利益，以後再來做決議，嘛會參考外界意見甲市場調查資料來做詳細競爭評估。記者盧尚珠、曾俊堯台北報道。再來看美國的中東特賽，也就是總統川普的囝婿庫許納，甲以色列總統赫佐格、總理納坦雅胡，甚至也閣有哈馬斯的領袖等等代表來見面。目前因已經有初步的共識啊，同意在以色列對加沙撤軍進前，這美軍會來確認哈馬斯敢有把武器交出來。美國特使庫希納甲以色列總統赫佐格佇耶路撒冷會面，為着推動加沙停火，庫希納密集會以色列高層甲哈馬斯領袖納坦雅胡甲庫希納達成重要共識，同意佇以色列軍隊退出加沙戰爭，由美軍將領負責核實哈馬斯敢是已經完全解除武裝，為和平進程踏出關鍵的一步。That goes completely against United States official policy of not talking to terrorists, not giving any kind of legitimacy terrorists. The fact that these terrorists now are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who Jared Kushner consulted with ahead of coming to Jerusalem today. This is significant, and this is a sign probably of a tough meeting down the road today. 就算美國這個解制調停，不過加沙民眾對和平的前景嘛是感覺真悲觀。真濟人認為這只是政治表演，呼籲國際社會提出會當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南部的居民嘛對哈馬斯敢是會把武器放落來充滿質疑，認為這種代志根本就無可能會發生。זה לא יקרה שהחמאס יתפרק מנשקו וכל הגורמים השונים, מכיוון שזה בדם שלהם, זה התדמית שלהם. אנחנו נطالب من كوشنير و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وخاصة أمريكا بأن تضغط كل جهدها。目前以色列軍隊佮控制加沙差不多60%的地區，哈馬斯要求以色列愛先停火，退到黃線，才會照協議來行。不過黃線的具體位置從來就無明確的界定，雙方佇撤軍的細節佮時間表，佮有真嚴重的分歧。這場牽連200萬加沙人民生死的和平談判，未來發展共款充滿變數。公視新聞鄭文仁編譯。
極端氣候在全球是造成真濟災情。先來看這秘魯的首都利馬呢，這大雨是讓當地水電系統崩盤，學校也來停課。另外，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呢，嘛是同款，因為落大雨造水災，上無有7個人死亡。也那南韓的慶尚南道古濟市，同款是落雨淹水，而且這土石流閣淹害大樓，上無有1個人死亡。一台公車差不多要予水淹去，車身浸佇水裡袂頂袂動。秘魯首都利馬頂禮拜落大水雨，造成當地排水系統下袂離全崩盤。南部3個地區有數十棟厝甲車路全部浸佇水裡，當局緊急宣布災區學校停課。No tengo mi frigider recién mis hijos me han regalado por el Día de la Madre. Está toditito malogrado. La cocina, todo son nuevos mis artefactos que recién me los han regalado. 秘魯總統藤森惠子親身去到災區視察，而且承諾會全力協助災民重建。另外，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連續幾日天的大雨引起嚴重的水災，目前上無已經造成7個人死亡。對着大水漸漸退去，居民轉去家園，面對浸着水的厝甲家區，毋但是清理充滿可見，真濟人猶閣無厝通去轉去。My lease ends in November, and what sucks is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get my money back. For the next couple months, I hope so. But yeah, I mean, I can't move back in, so I'll have to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as a 23-year-old man, I don't like that. 鏡頭轉到亞洲，南韓南部的慶尚南道古濟市，同款受到大水雨的損斷，北海地風台登陸中國了後，轉做溫帶氣旋一路上北，而且有大量的水汽走去韓國的南部。當地部分地區對拜六禮拜以來累積雨量已經超過800毫米，大量的雨勢唔但讓河川的水大溢出來，市區的車路淹水，而且更加引起嚴重的土石流，造成一大公寓大樓的1樓予台起，上無有1個人死亡。當局緊急疏開上百的居民。市新聞鄭偉玲、吳基聰報道。除了做大水以外，來看這西歐國家呢，最近是嚴重有這個火燒山的災情。在希臘的薩拉米斯島這個所在，上無有2個居民已經死亡。另外，在比利時的東部也來發生有史以來上界嚴重的火燒山，有超過3000公頃的這個土地攏荒燒了。烏恩假日大火佇衝天頂，希臘首都雅典附近的薩拉米斯島16下晝會當講當時爆發2件真美野火，佇7級陣風的助長之下，第時間內逼近主題區。當局出動數百名消防員甲10外隻直升機全力搶救，也毋過火勢來得傷緊，有2個人佇消防隊趕到進前都不幸身亡。當時響熱旅遊高峰，政府也緊急出動幾隻船，將500多名居民甲遊客為海上撤離。Στην περιοχή πνέουν πολύ ισχυροί άνεμοι, οι ρηπές των οποίων φτάνουν τα 7 μποφόρ. Γεγονός που βοήθησε την πυρκαγιά να λάβει γρήγορα επικίνδυνες διαστάσεις και να εξαπλωθεί ραγδαία μέσα σε 7 λεπτά με κατεύθυνση προς τους πλησιέστερους οικισμούς. 災害唔但出現佇地中海，比利時東部的高分斯自然保護區，也爆發當地史上規模上大的森林大火，短短2年來燒掉超過3000公頃的土地，火甚至燒向德國邊境。Triste de voir que jamais on n'aurait imaginé que la Belgique serait touchée par un incendie de cette ampleur. Maintenant, il faut s'en mettre à l'évidence. Je pense qu'on en aura de plus en plus et donc c'est à nous à se préparer au mieux. 因為當地屬於濫土地地形，地層繼續吸收，加上地勢坎坷，大增加拍火難度。隨着歐洲繼續面臨破紀錄高溫甲酷寒，包括西班牙、法國甲希臘，極端氣候引起野火，當繼續威脅各地。公視新聞是派雙編譯。好，來看除了天災，也閣有人禍。這是印度東部的比哈爾邦內有一間神廟舉辦這印度教的儀式，不過辦到一半，這現場電火條線熊熊倒去，幾若千人是行到安尼四界走，人打人，發生嚴重的意外，上無已經有7個人死亡。事故發生了後，趕到現場的救護車，隨甲受傷的民眾送病院急救，傷者大多數攏是女性，其中有人倒佇病床擋袂牢，開始哭。
這場意外發生在印度東部比哈爾邦的一座神廟，迄當陣信眾擺甲落落長，準備禮拜印度教的神靈釋婆，沒想到現場所有電火條倒去。और लाइन में बहुत सारा लोग था, ढकेल के इधर पूरा पॉल इधर कर दिया था, पॉल गिर गया था और वहाँ पे एक तार भी था करंट वाला, वही हल्का सा यहाँ हमको लगा, फिर हम दब के बेहोश हो गए, तो फिर हमको नहीं पता है कि 這場事故造成上無7個人死亡，19個人受傷。印度過去捌常常因為宗教慶典也是體育比賽發生人打人的意外。去年印度有名的演員維吉轉去政壇舉辦造勢大會，也捌因為現場人傷濟，相挨相打，有39個人死亡。另外，印度東部西明加拉邦一間4層樓的旅館透早發生火災，迄當陣真濟人客還咧困，互高煙砸甲精神，造成上無7個人死亡，真濟人受傷。根據印度媒體報道，火災有可能就是1樓的電線燒拍電所引起的。目前警方已經甲旅館負責人抓來調查。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繼續來關心咱國內這新北市三重埔呢，有一個39歲男性，伊是涉嫌舉這鋼錘啊去攻擊雞仔頭的龍洞鳥。這警方已經通知嫌犯到案，伊家己有承認，也毋過這動機呢是交代甲無清無楚。動保處是認定伊已經違反着動保法，也因為這隻鳥啊，即馬已經是重傷啊，所以專案是照刑事的做法，移請地檢署偵辦。佇個巷仔安尼行過來行過去，查甫人雄雄甲骹步停落來，按地仔內底甲雞絲撒出來，對機車邊啊大力甲降落。鳥仔驚甲趕緊走，聽甲哀哀叫，半暝出現這款聲，嘛引起當地住戶的注意。我以為是貓跟貓之間在吵架，因為很常見。然後想說看一下到底是哪隻貓在吵架，看一下監視器，才發現這件事情很嚇人。怎麼會有這麼惡劣？因為它是。身上就是帶着那個兇器。傷害動物的案件就發生在新北市的三重埔，轉去到3號路4段現場，不時會當看到一寡鳥仔，其中這隻號做柑仔的流浪鳥仔，煞佇16暗時10點外去互人攻擊。這支生鮮的鋼錘啊，就是犯案的機師。警察佇咧過當工，就掌握到嫌犯的身份，通知39歲姓謝的查甫人到案。雖然伊承認有動手，啊，毋過對着動機，伊是交代袂清楚，講伊是驚到遐看到鳥啊，雄雄出現要甲攻擊的想法。動保處並暫時7日晚間21時救援案貓，傷勢嚴重，後續將持續接受治療及觀察。行為人蓄意攻擊貓致重傷，將由警方移送地檢署偵辦。去用攻擊的流浪鳥啊，已經向動保處吹到，送病院檢查，發現正病的面側傷，也閣有後骹的指甲斷去，嘛有氣胸，會閣繼續觀察治療。因為鳥啊傷甲真嚴重，新北動保處認定查甫人違反動保法，這已經牽涉刑事的責任，會交予警察，再閣移請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個屏東的警察呢，伊車停佇咧厝裡，也毋過煞收到e-tag 甲扣800塊的通知。伊一個查所知影講，發現是有人是做一塊假的車牌，而且是甲伊共車號的。其實這屏東縣的警察局統計呢，講舊年來處理這偷改車牌，也是講偷掛別人車牌的，攏總是有230件。即馬這個警察已經佇咧網絡打影片，教民眾愛安怎應變。明明我人在上班，車也停在家裡，信用卡卻莫名出現 e-tag 自動儲值800元。民眾7月中時發現，明明人咧上班 ，e-tag 煞出現扣錢的通知，一查才發現車牌互人偷用去，驚對方閣繼續上路，就趕緊去報案。後來嘛到監理站重新辦理換車牌的手續，因為伊本身嘛是一位警察，就熱心甲規個過程翕落來做底片，搭佇網絡頂，教民眾若碰到這款情形，應該安怎處理？多了蠻多筆的。對，那也一一的向各縣市政府的停車管理處做一個申訴，那也都有退費。通常這種車輛都是 A、B 車或權利車，那通常的話，他們都會找同款同型的車。一般民眾互偷用車牌，歹發現，攏愛有違規，也是互人扣過路費才會知。細遠的警察提醒，一定愛趕緊換新牌，避免偷用的人違法造成刑事責任。監理站嘛表示，民眾若是拄到車牌互人偷用，對2024年12月開始有2年免費申請新車牌補助。交通部針對於遭車牌冒用的一個受害者，自113年12月4號起，有2年免費的一個換牌機制，可以至警察單位報案，到各區的監理機關去免費換牌。剛除了向公路監理機關及交通事件裁核所提供查證資料，協助受害民眾凍結罰款，免予先行繳納並順利撤銷錯誤罰單外，亦會指引民眾持報案證明換發新車牌。
屏東縣警察局交通大隊表示，統計去年屏東厝地偷改車牌以及偷掛別人車牌相關的違規案件有230件，今年到7月已經處理112件。警方嘛表示，有報案才有法度函監理機關公布資料，抓到偷用的人。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台電有來搬點6都18個行政區，統計講目前這電纜地下化的比例呢是要到5成，所以按算要來起新的，而且同時要來換舊的。希望講這地方政府會當鬥3工來設一個共同的管道，來減少線路互人烏斷的風險。另外呢，嘛因為這美伊的戰爭，所以今年1月到8月這燃料的成本已經增加超過700億。這10月電價敢要起，要着看審議的結果才來裁決。這個月12日，松山機場無張持失電，讓真濟旅客攏驚一跳。為着強化電網的韌性，避免停電，台電按1960年代開始，就佇台北市中孝東路頭一屆來實施線路地下化，陸續推展到全國。目前台灣電纜地下化的比例將近5成。雖然線路地下化的成本是菜電火條的12倍，也毋過台電有關針對6都18行政區來做是地下線路更新計劃的優先改善區域，在縣市政府這個部分，也可以大家一起來努力哦，作為一個共同管道，減少其他單位管線互相挖損的一個情況。台電講地下線路每1公里的建置成本超過4000萬，加上都會區的地下空間愛同時甲電力、自來水，還有瓦斯的管線甲放入去。在咧搶修的過程，台電定定拄到管道去互其他地下道的工程烏斷，必須就要先甲路面挖開，甲管道修理好，才會當換線路。嘛，互修理的時間變長，甚至面對舊的線路救袂出來，新的線路閣無空間放入去的問題。要能夠說服地方政府說，如果你今天這個電網不進行這個地下化，防止因為天災就有可能造成斷電，其實反而更會造成民眾的不便。針對地下線路，台電採取建新換舊、分段切換的策略來更新地下線路。只是台電面對的考驗，也有來自美伊戰事爆發了後，國際燃料的成本變貴。累計今年1月到8月，台電新增加的燃料成本超過700億。外界就關心，針對原本已經了3000多億的台電，在10月電價審議會敢會調整電價呢？台電都會把相關的一個包括燃料成本或者是營運成本的這些狀況，都會提交到審議會來由委員來做一個審議來決定。目前行政院針對115年追加預算案研究要來播報台電，若電價敢會凍起，嘛愛考慮台電的財務也有營運的狀況。畢竟電價若是起嚟，真有可能會衝擊民生物價，也有產業發展，就愛認真來評估。記者綜合報道。2020年第8屆台灣人工智慧年會呢，是來鎖定 AI 自主甲治理。副總統蕭美琴伊是強調講，這台灣除了硬體的製造，閣較愛掌握着資料甲文化，發展自主的 AI 代理。有學者也指出講，這台灣的相關的人才培育得愛趕緊，要來打造咱的優勢甲價值。各界晶片對研發到制定台灣有完整的生態系，不過在推動人工智慧應用甲資料治理方面，閣有繼續推展的空間。AI 人才快速培訓以及建立 AI 在台灣的自主實力，已經正做關鍵。由台灣人工智慧學校舉辦的台灣人工智慧年會，18正式開幕。在2026年的主題，就聚焦在 AI 自主甲治理。這些人才要在各行各業裡面已經有 domain knowledge 的人重新訓練。不能夠再等一般大學院校。參加年會，副總統蕭美琴強調，台灣有硬體製造的能力、加研發的實力。在 AI 繼續向自動化、自主學習方向發展的時代，自主 AI 代理已經是會當預見的未來。台灣嘛，更較需要確立應用 AI 的自主性。把我的人生歷練跟我的 style 融入到一個 embodied 的機器人或機器貓，出現在這裡。大家也不用太意外哦，我們更希望台灣真正的自主，不只是建立在硬體跟算力上面哦，我們更需要有資料的治理以及文化價值的掌握。蕭美琴強調，台灣發展 AI 技術的上時嘛，袂當忽略治理。
愛向全世界輸出會當心內有法治基礎的 AI 模型，將台灣甲埋佇全球的 AI 應用生態系內面。政府嘛當咧盤點相關的法規配套，希望佇個 AI 自主發展甲資訊安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並看116年度中央總預算針對科技發展計劃的金額就達到2292億，其中 AI 新十大建設就編列406億，要來投入基礎建設、中小微企業的 AI 應用甲人才培訓，閣有矽光子、量子運算、AI 機器人等關鍵的技術。而且最後一塊鬥圖就是主權 AI 甲自主資料庫和地理經濟。自主與合作並不是彼此競爭的選項，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AI 已經成做國力的指標之一，而且有專家建議，台灣會當聚焦佇的已經是全世界領先地位的應用領域，開發領域專用的基礎模型，做出特色，嘛繼續甲國際合作。記者綜合報道。桃園的消費爭議案件呢，去年是超過1萬件，5位桃園的消保官平均一個人是愛處理2000案這麼多。今年雖然講有增加一個消保官，不過也是無夠額的。因為這法務局呢是創下全國頭一個消保律師的制度，甲律師公會呢合作來招40到60個消保律師，預計每年1月就會當加入。唔愛協調消保爭議，閣有文書處理袂了，會期開袂煞。辦公室每一個消保官攏親像監獄玲瓏室，無用甲要變過。桃園消費爭議案件是繼續增加，去年突破1萬件，平2022年增加18.57%。去年桃園消保官有5位，平均一個人就要處理2000件。在人力上面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本來第2次申訴協商的時候，我們排定案件，可能因為案件的增加，我們就必須要把協商的案件往後延，沒有辦法快速來解決糾紛。根據統計，今年1月到7月，前3大消費爭議分別是第一名是厝的糾紛，有992件；第2名是醫療糾紛625件；第3名是運輸類499件。雖望桃園今年加一個消保官，攏總6個，啊，不過足儕哪力的機關要是煩惱講，市府的消保人力無夠。我們桃園市人口持續在成長，消費糾紛呢也持續在增加。我們希望我們市政府還有我們中央給予消保官可以趕快來遞補人員。消保官還是有調解不動產糾紛，還有消費糾紛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園市政府還是把重點放在盡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針對消保人力無夠的問題，法務局就講，消保官選的條件是真嚴格，要增加無簡單，會為外口來請人，進行全國性頭一個消保律師的制度，和桃園律師公會合作，招40個到60個消保律師，接受8點鐘消保聽書甲爭議處理訓練了後，預計明年1月就會加入，到分擔諮詢和訴訟的案量。記者綜合報道。南投的草屯甲埔里呢，是針對1歲到5歲這個囡仔呢，一個人一檔會當分2萬塊的生日禮金。明年開始，這一級甲中寮嘛有緊對，是來發放1歲至5歲囡仔的成長禮金。也那水里鄉呢，明年開始是1歲至6歲，一個人一檔會當領1萬塊。好，恭喜你們畢業了！這是7月底南投一級幼稚園的畢業典禮，因為少子化的影響，幼稚園畢業生嘛愈來愈少。為着鼓勵生囝，南投有5個所在的細漢囡仔，除了會當領到政府普發的1萬塊的現金，還有另外生日禮金，也是成長的禮金。家長聽到歡喜是歡喜，啊，毋過嘛認為飼囝的開銷真大。老輩嘛講，即賣少年家無生是真多，生活開銷真的很大。1年2萬塊真的不夠用，真的。你說1個月1萬塊還可以勉強夠用，這樣。無生真濟，有結婚唔生嘛真濟。我們這一代當然是傳承嘛，一定愛生。少年人的想法。因為他們有時候不想說被綁住，所以一輩子有囡仔甲綁住，這個負擔嘛真大。其實對今年開始，南投草屯埔里鎮已經開始針對1到5歲的細漢囡仔，逐人當年發2萬塊的生日禮金。明年開始，一級含中寮1歲到5歲的囡仔，買當兒童節的時陣領到成長的禮金2萬塊。水里鄉是打算明年開始針對1到6歲的囡仔，逐人當年發1萬塊。公所開源之後就公所
進前的負債3000萬吼，已經有現掉吼。即擺少年家吼，趁錢無容易吼，所以就來含代表會來研究吼，來通過咱的發放兒童的成長禮金。咱公所有迄個財源有法度來鬥相共，咱就趕緊來甲即個年輕父母親鬥相共吼，鼓勵因來生囡仔，這上要緊爾吼，互咱超頓點。趕緊來突破10萬人，用來升為4。因為咱島對2018年開始，人口就跋了50萬人，但年豆豆啊減少，現主是人口無到47萬人。地方政府表示，因為財政會當負擔，望甲少年父母加一寡幫贊，嘛鼓勵較多少年人願意結婚、願意生囝。記者阿英秀南投報道。要鼓勵少年人等於故鄉打拼，毋過若陣這生活條件是講經濟發展攏無夠好，安尼恐驚攏會影響到因的意願。佇咧中華呢，是有地方團體透過這個 podcast， 也閣有農村的講座等等，來討論居住的政績、教育，也閣有就業等等的議題，希望會當鼓更較儕少年人來參與故鄉的公共事務。少年人要選擇佇都市生活，也是返來故鄉。有地方團體用 live podcast 的活動方式，邀請青年做伙討論公共議題。這屆討論的主題是安居成家。中華青年代表羅武洲表示，少年輩若要留佇地方發展，需要閣較儕公共服務甲社會資源的支持。像我家己返來住這3年，會感覺空氣足歹的，要散步嘛無通散步。你要去圖書館，圖書館內底無開冷氣，因為要省電，方方面面的問題，互感覺少年人感覺講。帶來中華，敢若無啥物趣味，而且生活敢若會足困難的。除了大個問題，少年人要佇地方生活，嘛牽涉到工課、教育加公共參與這個議題。主辦單位表示，這個系列活動連續辦2個月，有講座、文化行搭等等，讓少年人有機會做伙開講、交換想法。有民眾認為，有這款的討論空間，對想要返來故鄉打拼的少年輩真有幫助。我佇遮是看到講，有足多人是。想要倒來厝誒來做代志，因為我以前毋知講安怎去甲人開講，安怎走倒去台中，變做你誒人嘛是閣倒去台中啊，所以我感覺即擺誒這活動是辦甲足好誒。部分是咧討論青年的議題，但是阮閣有另外一部分是甲報道的有冊店來合作，為即個鐵路啊、5分仔車咧行的所在，落水溪較早甲即擺有啥物無共款的變化吼，為遮個方面去講。主辦單位表示，透過活動除了讓少年人重新認捌中華，嘛希望會當組成討論地方代志的社群，讓閣較儕人同齊關心故鄉，參與公共事務。記者楊淑靜中華報道。這美國土豆是當時免關稅進口台灣，目前其實猶閣唔知影的。因為為着要明確把這市場分好開，農業部是來公布台灣土豆標章，申請的產品呢必須得要100%攏使用這台灣在地土豆，有符合着資格是包括着這食品的製造業、農會合作社，也是講農民團體等等。因為這標章的使用權一屆都有3檔。大家咧食的土豆糖炒土豆用的是台南14號，上適合摕來炒無八殼的土豆是台南選9號，另外台南17號是上適合摕來控。台灣土豆的品種遮爾濟，毋過市面上有一寡是用進口的土豆，佇咧台灣加工，說寫是台灣製造。但即馬農業部推出台灣土豆的標章，產品必須要100%使用咱台灣種的土豆。有機會被更多的消費者看見，說支持國產，支持國產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費的選擇裡。落實稽查後，應該會有很好的國內外的花生作為一個區隔。新台灣土豆標章是甲地球連起來變做土豆殼的形，開放食品製造業、農會合作社、農民團體、產銷班，也個品牌業者來申請。第一階段會針對土豆仁，也個土豆芽的產品；第二階段就是土豆油，也個土豆醬等等的產品。它是屬於自願性標章，那如果它不實的話，我想我們一定會嚴格的做相關的防偽的標誌。如果說有冒用的部分，我們當然會撤銷。國內甲進口的土豆要安怎來認呢？農業部表示，會當靠 DNA 來鑑定品種，也個檢驗微量的元素來辨識無共的產地，這準確度會達到99%以上。除了就是鑑別國產跟美國以外，那我們也可以鑑別國產印度、巴西跟阿根廷，那個準確性其實就是達到99%以上。目前國內每一年消費的土豆量，若是以無八殼的來計算，差不多是56000噸，75%是咱台灣家己種的。目前美國零關稅的土豆，這進口的時間也閣唔知，一直到7月底，進口的土豆量差不多6000噸左右。
比去年減差不多1成。那其中美國進口的主要是土豆粉為主，干那5檔。記者綜合報道。今日下晡的天氣，稍後咱繼續甲時間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低壓帶的影響，基隆北海岸、台灣東半部、大台北地區含恆春半島有局部地漸陣雨。透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區還閣有東北部、東部地區，也會有局部大水雨發生的幾率。以上是這則重大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